随着赖清德要来投入民进党内的总统初选，新台湾国策智库嘛来发表着2020年总统大选上新的民调，讲若是民进党内的初选，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关过这个高达50.9%，是来赢过蔡总统的29.2%。啊，今仔日若是这个蔡英文、韩国瑜甲这个郭文摕落去拼，韩国瑜上赢。啊，若换做迄个赖清德、韩国瑜甲郭文摕落去拼，赖清德小小赢这个韩国瑜。但是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这个感情温度的排行榜，第一名是韩国瑜，赢过郭文摕、赖清德甲蔡英文。所以这个2020年的总统大选，哪力还阁真有通拼咧。总统啊！由于补选了后，民进党派展开总统初选领票登记，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第一天就现身领票，赖清德嘛抛出特写前总统陈水扁的议题。陈志忠主持记者会，公布新台湾国策智库做出民调，有50.9%的民众支持2020，由赖清德代表民进党选总统，蔡英文是29.2%，支持蔡总统连任的人有33.5%，无支持的有57.4%，看了不少人挺赖清德。小英总统的一个民调的满意度是有回升但是现在面对党内竞争我想也是一个强烈的竞争状况。另外一份民调2月底，台湾民意基金会发布调查结果，感情温度排行榜第一名是韩国瑜60度.35，关过郭文摕57.64，赖清德的56.55，甲蔡英文的46.38。若是要同时对抗韩流甲白色力量，蔡英文输韩国瑜，但是赢郭文摕。那是赖清德咧，伊是赢韩国瑜甲郭文摕。院长他是完胜。不过我们可以从趋势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说，蔡英文总统其实是选后增加到了这个29.2，增加11.9个百分点。不过支持国民党由王金平出战总统大位的民众是关过韩国瑜第3名朱立伦，吴敦义是排第4。两个阵营到底是由谁出来选总统，敢会当顺利的协调？